来看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名姓干的小队长进前含同事食饭啉酒，这食饭饱煞骑奥多摆转去，半路撞到警方临检，煞无要接受酒测。这名小队长的单位甲伊调查了后，是甲伊记代过调职。伫咧迄时阵做伙食饭的两位警官也做伙处罚记新界处分。 警察紧急出动，本来要处理车祸颠倒开车相撞着。去年这个案件，桃园的执勤警员方发现啉酒塞车上路。你要测，如果你要测，我拿水给你，你要去测嘛？去测。查甫人涉嫌啉酒塞车，当场拒绝酒测，伊的身份也是新北一名刑警。代志发生伫今年5月，到单无到5个月，警方掠酒驾，搁掠着家己人。严姓小队长涉酒后驾车拒测一事，经本大队 调查属实。代志发生伫10天前，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名姓干的小队长涉嫌酒后骑车。迄天半暝在点外，伫新北市芦洲，和辖区警方查落来表明期检，罚18万。也毋过伊接受内部调查，声称暗时食饭有啉酒，所以方记过调职，调整服务地区。刚到食饭的2名警官也无申请款到方连坐，罚记1支新界。只要拒测，你就被吊销驾照。 请问一下，一个员警调离现职，记忆大过，但是他没有驾照，他如何执行他的勤务？对于员警的酒驾，要有更高的一个严格的处罚。警方成为执法者，带头做无好的示范。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讲，除了强化自我规范，警戒即卖定处，协助效果不足，建议调降至解释等方向，提悬处罚力度，避免一再出现警察知法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